咱看到迄个站立的时阵吼，因为咱通常拢会像讲俄勒人吼，伊遮的歌词是叫站立，出声站立，听伊个押韵吼，所以咱唱起来就较注意一下。咱做伙过来唱第三节歌词。你最上帝大悲，你把对的归心。安放有主的灵归你主他心，心花落地，主下赞美我的光阴亲手光阴。咱这首先给大家吼，咱来看第二首412首。我爱我主关心，吼，所以咱大家做这首可能有做写的，咱三合做伙来用这首迄个歌词吼。来，我爱我主的关心，爱我快手的，你不求我。咱小可注意一下吼，伊个迄个歌词是伊文跳远高人民吼，要小可注意。咱过来个唱咱个歌词。咱小可注意一下吼，伊的迄个欢喜顺坦白旨意，甘愿回世界。哦啊，第三项的歌词是德行拢无交臂。哦，咱小可注意一下，好啦。好，咱今仔日电视就到。
各位兄弟平安。即条咱备办心来开始今日早的礼拜，请走吧。耶和华已经赏赐我所祈求的，所以我用即个囡仔喊耶和华。伊一世人伫耶和华，就伫遮敬拜耶和华。即点咱来吟圣诗，圣诗132首，圣诗132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Oh
题话，咱来开体文第37篇，体文37篇圣诗后面，咱做伙来体用。无得挂如你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米粮，试看天中的飞鸟，咱的天父掠得饲伊。恁啥物人会用挂如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着当所罗门结项目的时，今仔日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得挂如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独独事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如。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到夜。即点咱三个暗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自出世，就拢是你所应允的。阮的一生有辛苦病痛，到最后有死亡。这一切拢是主你的旨意，也是主你为阮安排的。毋过阮人有时拢袂着，主你所要予阮的。阮行阮家己，照阮家己的心思意念来行，无找求主你爱阮做的。阮求主你赦免阮，也予阮对打以后伫阮头前的路，拢会当照主你所爱阮行的、爱阮做的来行来做。对上帝，你要予阮的，阮拢要爱。上帝爱阮予伊的，阮也会当诚心来献予上帝，做上帝的路用，予阮会当每一个人拢知影，阮头前应该行的路，应该做的代志。互阮拢会当明白主你的旨意。阮有辛苦病痛，求主你会当提起阮的艰苦。毋过凡事拢是照主你的旨意，毋是照阮人的旨意。阮所求的无完全，阮即点阮大家咧同心来用主你的主祷文来向主你求。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必成，伫地里亲像天。阮的知识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互阮的人。无你助阮去支持，着你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的、荣光、统治所有，代代无尽。阿免。Amen.
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上卷第2章18节到26节，咱做伙来看，我来读。迄时撒母耳还细汉，穿幼地布的衣服着，伫耶和华的面前服侍。佮伊的老母逐年甲伊做一领细领的长衫，甲伊的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带来互伊。伊利甲甲伊的某祝福，讲：愿耶和华对即个妇人人，佮赏赐你予的，来替所限乎耶和华的，因就去本所在。耶和华看过汉娜，伊就怀孕生3个囝，2个查某囝。囡仔撒母耳也伫耶和华的面前渐渐大汉。伊离真老，听见伊的囝对以色列众人所行一切的事，佮听见因甲会幕来面前做工的妇人人私通，伊就甲因讲：恁啥事行遮个事啊？我对遮个众百姓听见恁的歹所行，我的囝毋通安尼，因为我所听见的风声是毋好。恁互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人若得罪人，上帝审判伊；人若得罪耶和华，治罪替伊治倒。若是恁毋听老爸的话，因为耶和华遵意要杀因。囡仔撒母耳渐渐大汉，得着耶和华甲人哪听伊。接着咱要来学罗，请先乐队。学罗说咱做着牧师今仔日的讲道是撒母耳的成长。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咧过真紧今仔日已经是11月20号也就是咱11月份嘛，要搁剩一礼拜，咱就要来进入这个12月份。伫这个准备要进入这个大工节期中间，咱嘛爱来感谢上帝，特别是这个礼拜四，搁来礼拜四、礼拜四。是所谓的感恩节，感恩的节期中间，我相信各教会嘛真重视伫感恩的节期的中间，各教会会摆设侪的这个五谷伫咧这个台仔顶的所在。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教会无共款的传统，特别是咱咧过感恩节的节期中间，咱一方面来思考，到底咱有啥物会当来感谢上帝。上帝赏赐互咱真侪伫生活上无论伫事业各方面，我相信这是咱会当逐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思考。伫咱的教会当然咱无特别备办啥物，总是有需爱咱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看到撒罗尼伊的成长的过程，帮助咱来思考咱信仰的成长。愿主赐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要开始进行，由请咱三甲来同等。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有限的时间内面，要来体会无限关灵的上帝。阮会当透过你的创造，阮嘛透过人捌人，互阮伫主内的遮个关系。嘛帮助阮透过遮个人捌人的关系来认捌上帝。我嘛搁较爱透过认捌上帝来认捌阮兄弟姊妹。主啊，阮感谢你会当透过即款的关系来思考阮甲你实质的关系到底是啥物。感谢你，上帝，你高手带领，帮助阮，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阮今年的生活内面。虽讲阮有缘拄着侪疫情的威胁，疫情带互阮真侪无方便，甚至信心软正软弱。主啊，阮伫即个过程中间，阮知影有一天阮会行出来，会行过来。阮当阮伫遮来回头回顾过去这3年的
旅程，阮人生的旅程中间，难免阮有做失落的，阮嘛有得到的。感谢天父上帝，你无离开阮，你眷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互阮伫阮的生命内面，搁一遍甲上帝你来相拄，献上阮的感谢，互阮继续伫世间的日子，保守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个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嘛来看到。当阮看到伫圣经记载即个撒母耳伊细汉的成长的过程中间，就敢若亲像阮，无论是伫教会、伫家庭内面，阮安怎样一步一脚印来成长。阮要透过等待，阮要透过渐渐来，阮要透过来认捌主上帝你伟大的创造。互阮的生活无袂记你主的恩典，感谢你的上帝保守带领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即礼拜周间的过程中间，好好来算效上帝你的恩伫阮的生活内面。毋若是干那即个节期中间尔，阮爱每一工算效上帝你的恩典，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清楚。明白知影上帝你的话踮伫阮心内，常时阮会当来实践上帝你的话。感恩奉求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看到撒母耳的成长，透过今仔日当然即段经文内面无得较咱无法度来完全然后完全看到即个撒母耳的成长，总是咱会当。来看到特别撒母耳记，咱对伫即个第1章第1章甲第2章的第10节，其实就是即个撒母耳的妈妈哈娜，伊安怎研究讨即个故事，我相信伫咱出入倒，也是讲咱伫看圣经咧灵修的生活，也是讲平常日常，咱咧看圣经的时阵，看到当咱看到撒母耳记上下段，特别是拄开始的时阵。你会感受着讲，较是有影，特别咱无得看嘛，有遮咱的兄弟姊妹想要爱结婚，结婚了后无法度来即个有心伫迄个过程中间，有个人嘛鼓励讲看一段的圣经节，伫遐来思考来思想。牧师结婚第7年，我甲生阮即个后生，所以即个7年结婚拄结婚的即个过程中间，其实。嘛是看过一段的经文，伫迄个时阵，我感受着讲，我毋知影上帝到底是要互阮有啥物款特别的旨意。迄个时阵，当我咧服侍一群青少年，差不多8通的青少年。上帝无得靠，我就是透过伫祈祷的即个过程中间，遮的100几个拢我会惊。所以时间咧过真紧吼。已经离开迄个教会，差不多嘛，得要赶20年的时间啊。看遮个青少年咧大汉，伊拢会写批互阮，伫遐过因的遮个小亲戚，有结婚啊，有生囝，有伫教会内面登记啊。我发现讲一件代志，就是陪伴真重要。亲爱兄弟姊妹，陪伴很重要，陪伴咱的囝儿。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咱看到遮个舞蹈，也是讲看到遮个咱的即个小组长，也是即个会长，咱的干部、牧师，中级，当然这是咱的信仰内面无问题，咱这是拢一世人。总是伫咱的家庭内面，更较清楚，咱嘛会当透过即段经文，激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看。当然，感谢上帝，即个结局是好的。安怎会祈祷，安怎会恳求，嘛互先知5岁过，就真正的意思安怎啉酒醉吼。但是后来了解，嘛透过即个过程，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10节，就是哈娜伊的即个撒母耳的妈妈在求祈祷，求一个囝。所以上帝就互伊赏赐互伊。好，对第2章开始，咱就会当看到，比如讲对第11节到16节内面，就描写即个撒母耳要安怎样伊厝内面的人甲送去甲教会。送去甲圣殿内面，伫
伫个迄个上伫圣殿内面咧学习，对细汉开始学习，学习遮个律例法度，学习信仰的功课课程，一点仔成实伫实学院会受造就，即个过程中间，互咱会当看到伊安怎样幸福，萨摩尼安怎样伫即个学习的过程中间，而且咱说书有看到即个萨摩尼的上观第12节的迄个记载，咱就会当搁看到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迄个当时以利先知的囝，两个囝，安怎样对伫现在对伫即个教会的特殊顶悬有真侪的努力，真侪袂配合，真侪伫遐来即个侮辱上帝的即个过程，咱也会当有圣经，也是讲当日你详细甲看。所以因为安尼，你来看一个团体内面，若有即款的代志来发生，咱讲上梁不正，安怎下梁就歪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会当去体会无？是当时萨摩尼伊要安怎样来学习遮的？当伊看到遮顶悬的人对伫献祭也好，对伫敬拜上帝，对伫礼拜，都有关心，也是讲凊彩，也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咱就会当通知影，遮个囡仔咧学习，所以真重要。咱看到咱的下一代，即个主日课的宗教教育，麻烦去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毋若是干那无得头你讲我囝大汉啊，好顺嘞。佫有侪咱会当来想想即件代志。咱若亲像今仔日看到的，遮圣经内面的记载，上梁不正，下梁就会歪。总是咱感谢上帝看到萨摩尼安怎样伊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上帝扶持带领萨摩尼，互伊无看到因为遮以利的两个后生，也是讲伫即个看到遮个过程的中间，伫教会内面、圣殿内面所行大的事，伊无学习，所以萨摩尼伊真正单纯。伫个迄个过程，今仔日伊原有3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伊萨摩尼成长的即个过程，咱来对照你我，咱来思考一件事。对照是毋是咱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伫教会的成长，伫家庭的成长，各方面的成长，伫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你安怎样甲上帝相对？你当然咱会看有样无样，咱伫即个过程中间，是毋是咱发现一件事，咱爱做信仰的关心，这真重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后来看就知影讲，萨摩尼伊互上帝来使用伊。所以细汉，我相信离开厝内面，伫圣殿内面的学习，当然伊透过遮个即个祭司也是讲遮个兄弟姊妹伫圣殿内面有真好的遮个学习，嘛有看到无好的事。后来上帝通教伊亲自伫迄个过程。咱知影萨摩尼后来真做一个先知，嘛是一个真忠心的祭司。所以上帝的计划内面，伊伫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间，将即个萨摩尼嘛放伫个即个历史的中间，伊算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受人重用、受上帝重用的仆人。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受到上帝所重用的人。咱伫即个世代，基督徒的人口，特别是伫亚洲，特别是伫台湾，特别咱看到人口就好，咱毋免看远。信主的人，虽讲根据统计是咱目前是排第1名，信主的人的比例排第1名，总是。咱看到有侪有缘，有侪的兄弟，还袂有信主。伫迄个过程，亲爱兄弟姊妹，愿主来赐福帮助咱。所以，所以今仔日用即个题目嘛，互咱来回想伫过去，无论是几年的时间，你伫教会内面是毋是有成长？
是毋是你有参与咱可能过去无有遮个即个系统来做真侪训练，比如讲即个兄弟姊妹信徒的遮个训练，伫明年度咱有开2节课，一个月甲上一摆尔，这2节课内面两堂大的课程，所以咱会当看到伫即个学习的过程中间，咱有开始有系统，咱有一个系统，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会当来上，咱会当来上。所以伫咧即个12月份，牧师会继续甲咱兄弟姊妹分享伫明年度咱真重要的重点。除了咱传福音，有做侪对外的传福音，咱对内开始有系统来学习，这是真重要。伫即个世代，无得较真侪的其他的教会啊，像其他的教会，拢已经开始咧做，咱讲门训的训练，但是我感觉咱的教会即个时阵做同好，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嘛，看到咱的需要是啥物，教会的需要是啥物，社区的需要是啥物，咱搁进一步转来较想，萨摩尼的精神，萨摩尼伊伫一生中间的学习，嘛帮助咱。透过今仔日这段经节内面，牧师有提出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的。倒3点，头一点，咱看到萨摩尼伊伫即个初的时阵，伊踮伫咧耶和华的面前，伊做啥物款的代志，拢是啥？拢伫耶和华的面前，毋是伫人的面前，是伫耶和华的面前。咱知影伫新约圣经内面有侪的记载，特别有讲到一个。即个人物叫做彼得，咱会记哩咧。彼得伊捌安怎？行啥物？行海面对毋对？走海面，行海面。伊行海面，当伊行海面就近主耶稣的时阵，伊甲主耶稣的面头前的时阵，伊突然发现一件代志。即个环境哪会阮哪会伫咧水面？伊就沉落去啊！所以，我咧刚才耶稣伫遐来伸手。甲救起来，特别搁较精彩的，就是约翰福音第21章20到22节嘛有记载，彼得互主伫遐3摆3摆问伊啥物？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连续有无3摆？伫咧主咧问伊的即个过程中间，后来咱看到即个彼得，伊当然是真。欢喜因为伊知影伊要继续会当来跟对主，但是安怎？伊念伊活心、活当心，伊个话题全转去约翰的身上。伫遮有讲着讲，伊对主讲：主啊，即个人将来要安怎？所以真趣味，真趣味。伫约翰福音内面有特别记载这段经文，伫遐本来是。主耶稣来讲的，但是后来伊开始要做比较，后来开始要做比较。主对伊讲，我若要等我来的时阵，甲你是有啥地带？你来跟缀我。这是主耶稣搁活了后，这个温度咧显现的过程中间，搁一遍唤起因做信仰的关系。你来跟缀我，毋通看啥，毋通看人。所以主耶稣无望咱。敢若看到迄个环境，看到人，看到甲人三角伫遐来比拼，重要紧的是，咱是毋是甲主耶稣有保持迄个真水搁好，建立真水搁好的迄个关系？我会记咱做的长辈，咱咧回顾咱以前的生活的时阵，当然咱拢信主啊，所以拢会当伫即个回顾的过程中间，我若去探望问较遐的长辈或者兄弟姊妹，定定拢会讲着，哎呀，过去细汉的时阵安怎样行路，去到教会，伫教会内面就是规工的啊，整天的规工的啊，是伫咧即个教会内面安怎样的活动，开始咧回想，开始咧想，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伫咧当当时的回望，就是教会；伫咧旧约的时代，回望就是迄个概念，就是上帝甲人真亲近的所在。就甲咱亲像咱真仔日共款，咱是毋茫期待。当然，神学的解说可能毋是安尼，但是咱一般信仰的行道，咱就是咱甲上帝等于甚至是咱的即个所在。
当然，咱知影上帝是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无所不在，但是咱事实上拢会啥？拢会头前的所在。所以连祈祷嘛是吼，咱拢有一个即个方向。所以咱大当去体会着，迄个礼拜堂吼，当然伫旧约内面的记载就是会幕，会幕就是上帝甲人亲近的所在，嘛是一个真好伫遐来学习侍奉的环境，是毋是？咱透过放心我对吟诗，咱透过有即个兄弟姊妹的侍奉服侍，咱透过伫讲台顶原牧师的分享，有书会，搁有咱即马欢喜的查经班咧进行，即马有欢喜的查经班咧进行，等一下咱台语礼拜结束了后，有台语的查经班嘛咧进行，所以规工的遮个行程。互咱嘛会当去体会、去经历、去学习。所以教会毋若是干那伫互相伫关怀扶持的过程中间，所以嘛是咱甲上帝透过礼拜，我哋较等一个无所有分享过程中间有一个真小段，互你有感动着，也是讲咱透过兄弟姊妹伫咱来教会的关心关怀，也是日常的生活内面，所以会幕。就是伫当时，人想到就是上帝甲人同亲近的所在，真好学习侍奉的环境。但是咱拄则牧师有讲到，伫咧即个撒母耳记上份第2章12节的所在一直到即个17节的所在，伫即段的经文内面，特别记载着以利的2个囝，因却用迄个私欲。将即个真美好的环境来破坏，甚至互人对伫礼拜敬拜献祭的即个事感觉到真惊吓、真厌恶、真无爱。你知影亲爱的姊妹，撒母耳互带到迄个所在，因为细汉开始就看遮个物件。我拄则讲的嘛，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甚至伊看到遮个人对伊献祭，遮尔安尼无尊重，所以伊互带着撒母耳互人带着即个环境的中间，照人来看啦按照人来看，即个环境毋但对撒母耳无利益，恐惊嘛会对撒母耳造成真大的伤害，甚至按怎跋倒。咱甲连拄时咧分享，讲啥有互我跋倒跋倒即件代志。即个兄弟姊妹真无简单，咱看到撒母耳咧成长的过程中间，感谢主，撒母耳毋但无互遮个歹所赢，反倒用上帝所赏赐伊的良善，伫遐来开赢遮个无好的代志。所以撒母耳就敢若亲像伫咧即个试体的中间，伫试体的中间，伫遐开出一蕊小百合花，在下花开出来。即个兄弟姊妹，你敢知为虾米伊会当开赢遮个环境？因为伊安怎？徛伫咧耶和华的面前，亲爱兄弟姊妹，徛伫咧耶和华的面前，你敢有法度？徛伫咧耶和华的面前，有拄时咱毋敢，是毋是？就敢若亲像彼得伊咧行海面的迄个过程中间，伊本来是有信心的嘛，因为伊本来是远远看到最后所伫迄个所在，伊过去了后，伊无搁继续定睛伫最后所的心上，伊一个相信，倒落去。所以咱看咱学习的第一点，即个撒母耳伊无看环境，伊毋是看环境，毋是看人，伊细汉的心灵就开始知影要安怎超出上帝，伊看上帝，这是得胜的秘诀啦，亲爱的兄弟姊妹。真正有拄时特别是咱圣诞的节日要到，是毋是？咱会看到侪咱的同工咧服侍的过程。有拄时咱会有侪，哇，啥物代志拢缀伫咧即个同工的身上，拢爱即个同工咧发到侪的代志，也是讲其他咱所有的遮个咧服侍圣诞节日的中间，咱特别会看到，
即使咱若一直看到人咧做诶代志，咱无仰望上帝，咱无定睛看上帝，咱知影喏，咱知影圣诞诶节期上重要是要创啥物？纪念耶稣基督诶疼来到即个世间，要安怎样透过咱所举办诶遮个活动，甲世间人宣告。所以，这是啥物呢？伊得到胜利诶秘诀。所以，无论咱诶信仰或者是服侍，咱若一直看人，一直看环境，迄是危险诶。当然，咱无法度避免，但是安怎？咱求出能力帮咱伫看环境诶即个过程中间，搁较重要就是学习，啥物呢？伊安怎样徛伫咧耶和华面前。所以咱知影魔鬼常常借着咱诶服侍、信仰诶过程中间，咱诶热情伫遐，互咱跋倒。所以伫遮头一段第一大点要互咱学习诶，就是啥物呢？互咱诶模样就是。无看环境，无看人，只有看上帝。虽然我知影这真困难的事，无得靠咧，我著看到迄个人来，我著袂欢喜啊！吼，我拄写咱就是拢袂咱总是由主来怜悯嘛，帮咱，一切拢是为着基督。这是这个马该伊的精神吼。伊咧传福音的过程，安怎样互人破屎无？等石头咧讲到的时阵，加在即个马甲有学习，可能安尼闪躲啊吼，咧石头安尼来，闪过，来破屎就无法度啊。伊安怎样伫咧迄个困难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悠然坚持，这是无简单。所以，亲爱的姊妹，愿主来帮助咱。求主赏赐咱聪明智慧，嘛会当注视来看上帝。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咱看啥物呢？伊是渐渐大汉，渐渐大汉。伫咧21节，咱若圣经掀开21节的所在，今仔日咱看到即节的内面，真短一节内面。讲，迄个囡仔撒母耳伫耶和华的面前，安怎渐渐长大，渐渐大汉。哎呀，亲爱的弟兄们，即句话实在是宝贝，实在是宝贝。渐渐大汉，咱知吼，咱若咧养饲遮个囝儿10岁，咱就当看到，定即马我若看到遮个国中生，还是讲高中生的家长，找我咧讲话的时阵，拢哪会遮紧？安尼大汉，安尼就大学啊！敢若听起来是长就是囡仔幼儿园，今仔变大学啊！但是毋是啦吼，咱知影这是啥？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信仰的历程，一个信仰的过程，渐大。所以伫咧遮讲的大汉、中大，当然包括身躯、灵性、灵命，人一生中间的知识财物，处事为人。拢安怎？拢中大，所以这个中大是伫咧耶和华的面前。感谢主，真毋茫咱的教会遮个少年的一辈，嘛会当是安尼。所以你我咱的责任是大的，亲爱兄弟姊妹，毋通马虎虎做礼拜马虎，咱的下一代你就会当看到。我不要去教会，阮爸爸妈妈也无去啊，拢无去教会，拢困甲，也是讲困甲特别时间特别到，才来教会安尼，咱爱注意，咱爱注意即个过程中间，所以咱伫中大的过程中间，特别是信仰中大的过程中间，意思就是讲，即个撒母耳伊的一切拢无离开上帝。所以圣经顶面有讲到，一切智慧、一切好处，拢是对上帝来。人离开上帝，其实就无算得啥物。就敢若亲像主耶稣讲，主耶稣讲，伊是安怎？伊是拄着树，咱是枝，树枝要长大，有能力开花结果子，需要安怎？甲树仔有真密切的关系。这道理真简单，咱嘛知影吼，咱有咧栽种的兄弟姊妹种花种水果，咱拢会当通知影，迄个结连的关系。
耶稣用伫当时遐个环境土土伫咧以色列个所在是真侪用同简单的一笔伫遐说明。所以耶稣讲，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啥物，就敢若亲像树离开基本心共款，结果可大无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简单的道理，咱做伙来实践，做伙来学习。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性命，咱拢需要大汉中大。但是中大毋是毋是咱伫祈祷讲我要得到啥，我要得到啥物款的快咱灵力求主帮衬。当然，这是咱会当来祈祷的，但是咱毋是念面咱就知影，念面咱就中大是渐到中大，毋是极快速的中大。就譬如讲一个5岁囡仔，你袂当要求伊马上变成做大人、中年的大人。所以，这所讲的这个渐中大，就是指撒母耳甲上帝中间有真深的交陪，真深的交往。透过这个真深的交陪、真深的交往，互伊的灵性灵命、知识、财物，各方面拢中大。我要讲的，这就是叫做信仰的反省。亲爱兄弟姊妹，咱读圣经，咱理解，咱当然，咱讲要安怎样读圣经，是网络顶悬有真侪教人的方式。但是牧师嘛是提醒兄弟姊妹，咱读圣经看上帝话灵修，就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安尼知啦？心灵甲诚实敬拜主，所以咱特别要灵修进前，我相信咱一定拢会祈祷。求主帮助咱的心会当安静、诚心、诚实来敬拜主。灵修生活嘛是一种敬拜的过程，愿主来帮助咱。迄个长大过程，咱爱思考，咱伫灵命顶悬各方面，咱拢爱长大。咱就需要安怎一步一脚印。所以我拄则有讲到，每到咱遮的迄个课程。我真望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报名，一礼拜一摆，一个月一摆的时间，你着报名，一年你就上了，一个月的，譬如讲第一礼拜，会10点开始，1点半钟结束，无得看迄个时阵，咱干那头一礼拜爱来做华语礼拜，因为迄个时间会影响到咱台语礼拜的时间，你着来做华语礼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会当来养成，我毋知影有一大侪兄弟姊妹会当真正咧灵修的生活是照咱即个，我知影有一组啦，即摆有一组，因逐工读3节，3章，逐工读3章的圣经，迄个小组长真有耐心，咱对创世纪开始看安尼，即摆敢若看到新物件啊吧。逐工3章，这个组员叫做我已经读了，伫遐。当然这是一个方式，但是就是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看每日都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经过这个所有的课程，但是这是伫信仰内面做阵来学习的。我说真期待嘛，真希望咱要渐长大，这是真重要。所以。透过撒母耳甲上帝中间有真深的即个交往交陪，透过这个即款的交陪，互伊的灵命、知识、财物各方面会长大，互咱看到，咱基督徒想要伫灵命顶悬各方面要长大，就爱安怎一步一脚印，咱学习慢下来学习，咱做伙来学习，真踏实。伫个生活内面，逐工活伫个上帝的面前，逐工才着祈祷、读圣经，甲主耶稣有密切的沟通。只要你不断伫生活内面安尼交通，我相信生命会渐长大。牧师伫譬如讲礼拜日伫厨房吼。当然有拄时会开中集会第一礼拜开会了后，有拄时即摆咱小组有一组改伫个礼拜日下晡，有拄时有时会去看一个
有拄则枪讲无法度，结束了后，差不多拢4点外5点，甚至特别6点，即阵有咱演戏的排假，差不多拢到6点6点外，结束了后，牧师就会巡一下看一下，我转去，转去当然无顺样已经伫厝里，咧准备煮饭我逐遍转去拢看我的妈妈，伊逐遍就拢甲圣经摕起来，就伫咧餐桌，就伫遐咧看，咧读圣经。我内面咧 OS 咧想讲，咱礼拜日就伫咧礼拜长，伫遐来迄落即马你搁摕圣经伫遐，逐遍逐礼拜补，差不多补，因为我的妈妈中昼结束了后，查经班结束伊就转去啊可能伫遐有休困，食到一个休困，伫迄个要暗顿的时阵，我差不多嘛拄啊9岁6岁啦，逐遍拢看到阮妈妈就伫遐在看圣经。日常的生活，我相信伊嘛是伫咧泸州的所在，逐工伊家己有安排伊的行程，一定袂有无看圣经的时间。有拄时啊敲电话去，我咧看圣经歹势。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好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我牧师，有拄时啊兄弟姊妹定定拢讲，牧师你真无用牧师你真无用。确实有影会无用，但是牧师嘛学习一款的事，就是好好安排牧师家己的遮个时间。即马哪来大考，嘛爱调整。安怎样调整？我嘛爱做运动，我嘛爱有灵修的生活。因为牧师的即个时间，有拄时啊，我咧读圣经的时阵，突然有电话来。牧师，我即马足艰苦，为我祈祷咱有几位即个兄弟，即马咧做化疗即个过程，拢会拄着，我就爱为因祈祷。安尼时间拢会分散，但是真重要的就是安怎？迄个我透过有好好的安排，我相信咱的中职同工内嘛有嘛有。有中心特别咱长老有几位拢有安排迄个时间真好，啥物时间做啥物，甚至是每年都伊拢安排好啊。即个兄弟姊妹，你真好的学习，这就是咱咧渐长大。毋通讲我即摆已经40、50岁，50、60岁啊，毋免我退休其实毋是。即个兄弟姊妹，咱即摆咧学习的，就是伫地灵亲像啥？伫天灵。咱以后伫天灵所学习的，也就是遮个，咱伫世间的生活，真无毋望咱去天灵了后，上帝拍春。你怎么一天到晚都在睡觉？你怎么一天到晚拢戆心戆事？怎么一天到晚在看电视？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是渐长大，咱看到撒母耳，伊对遮尔细汉开始，伊就学习即件事。所以一直不断在学习，伫迄个过程中间，咱信仰、灵命、性命渐长大。所以这是值得咱即马思考甲反省的问题。无论伫信仰、在地，为人处事等好，咱是毋是一年比一年有长大？我说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信仰的生活。我做事方嘛帮咱，做一点咱来看，上帝甲人欢喜伊，若是上帝欢喜人嘛欢喜，人嘛欢喜。撒母耳一方面渐长大，一方面上帝甲人愈来愈喜伊，愈来愈疼伊，愈来愈爱伊。咱想着啥？伊撒母耳安尼渐长大，上帝疼伊，人嘛疼伊。咱有想着啥物人？伫圣经内面特别记载咱的耶稣，是毋是？咱耶稣细汉的时阵嘛是安尼。路加福音第2章52节，安尼有记载。身躯智慧、知识、才华，中断疼伊的人加添，上帝疼伊的心加添。俗语咧讲这是真普通一句俗语人要疼你，你爱人要疼你，你但是爱安怎疼人嘛？要安怎样咱人疼会落去？就是爱长大，迄个长大就是咱爱学习。撒母耳就是嘛是安尼
知影人会心意。约翰福音13章23节，有一段记载，安尼记载讲，真趣味。迄段的经节是主耶稣特别访问的时阵，伊组织遮的学生，甲因做伙伫遐食饭吼。还袂到迄落，还袂到最后的晚餐，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伫食饭的过程中间，约翰福音13章23节，安尼记载讲有一个温度是耶稣所喜爱。有一个温度是耶稣所喜爱，应该是彼得啦吼。伊安怎？伊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意思就是伊安尼耶稣伫遮吼，伊本来甲耶稣伫遐讲话食饭，是怎侧身挨进来，侧身挨进来，要安怎？要甲耶稣更好的讲话。所以这个温度会当真做耶稣所喜爱，耶稣嘛将迄个话要甲讲。我想迄款的动作，就是真好的答案。切身侧身挨进挖进耶稣的胸怀心怀内面，表示伊是甲主会答问主的心意。主不忙咱要安怎样做，咱就爱安尼来做。所以最后就讲到玛利亚尊主最大，玛利亚尊主最大，愿主来帮助咱。最后一点，最后一小点，咱本身就爱安怎？就爱家己爱了解自重吼。一个人想着要得到人的听，人的尊重，当然必须爱先学安怎样家己尊重家己。伫即个世代。其实，无论是教育，整个大团体、大环境的关系，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愈来愈，迄个看轻人的感受、感觉真侪吼。咱透过侪的媒体，伫遐咱会当来做一款的反省。所以咱的言行举止，若伤轻浮、伤凊彩，自然无法度得到人会听甲尊重。所以伫遮牧师佫一边提醒咱家己，特别伫个即个节期的中间，咱讲感恩节期的中间，愿主嘛帮助咱，互咱无忘记伫我是上帝的囝孙，你我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咱要互上帝的名，因为我来高举。其实无需要，本来是无需要，上帝无需要安尼来做，伊直接跳落来就好啊。直接显现，互咱看就好啊。但是伊安怎？伊用通卑微的方式，帮助咱来认捌伊，帮助咱渐渐在信仰的生活内面长大成人。伫迄个过程，嘛互上帝来使用咱，因为安尼咱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牧师真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真正。毋是看到上帝被出来，会当真正徛在伫个主耶稣的面前，信仰的命，毋望咱较紧做阵来大汉。上帝甲人伊爱咱，咱爱知影人上帝的心意，咱爱自重。愿主祝福帮助咱，三个阿爸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搁一遍，互我伫即个节期中间来看到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主啊，阮感谢你，透过撒母耳伊细汉成长的路程，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信仰的道路。大家彼此来学习，将上帝伊放伫第一位，互阮信仰的学习中间，渐来长大。伫即个速度真紧的社会内面，阮犹原爱徛好在，一步一脚印，来坚定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信心、信仰、灵命。求主继续赏赐迄个聪明智慧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来回应上帝大大的听，互阮袂爱弃掉主，
无袂记伫上帝你的恩惠。感谢伊的上帝，伊的因带带领，透过撒摩尼，伊伫细汉的时阵，安怎用伫迄个恶劣的环境内面，犹原会当徛好在，犹原会当有好的学习。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教会嘛塑造出来迄个好学习的环境，互阮遮今日时岁会当继续来学习阮水个好的信仰。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过来，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来念圣诗412首，请起立来念全首。起立来念佛。请坐，即只我来报告。
东港的厨房，请咱有厨房的人家己看。再来，饮酒聚会的人数嘛，请咱家己来看。再来，本会的消息，第一点，咱即马疫情还无嘛是还袂讲足好吼。啊，如果咱若有身体无爽快，也是有需要紧急处理的代志吼，咱会当来甲咱教会通知，会当互教会会当随时来甲咱帮衬。第一，下主日下晡1点要召开幼稚园的董事会，请咱相关的东港陪伴心来参加。第三，圣诞节即要到吼，咱若有要订圣诞歌的兄弟，会当伫后壁的公馆嘛登记吼，到12月11日截止。第四，若有进前有登记要爱月历，也是家己有要迄落日子的兄弟吼，请咱来向咱的干事来提吼。再来，第六，本会咱附设协会甲幼稚园举办咧秋桂妈妈的成长班，已经开始啊吼，咱若有要参加，会当咱的文昌传道来报名。第七，等者咱再来补充报准。再来第八，爱无限的圣诞市集吼，是12月24拜六上午的11点到下晡5点。再来，咱有圣诞节平安眠的礼拜，伫6点半到8点。礼拜日25号9点半到11点半，咱有圣诞的赞美礼拜，会当请兄弟做伙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啊，恁的厝边隔壁吼，拢会当来参加咱圣诞节的活动。咱以上咱先来请咱的慧玲执事来补充报告。日子会平安，平安。有几下个朋友甲我讲吼，伊讲，教会敢若真像真心地吼。我大概若行过去吼，拢会看一个，但是我拢毋敢入去安尼。啊嘛有一个朋友嘛甲我讲恁教会敢若无人带，无法度入去，敢若一个组织共款吼。有真侪朋友拢有安尼的印象吼。啊，咱前年甲旧年的圣诞节，嘛有侪咱的兄弟姊妹有邀请朋友来教会，啊有一个英语姐妹啦吼，咱嘛有捌吼，伊就邀请伊的妈妈、伊的大嫂全家来参加活动。啊，伊的大嫂真欢喜，啊尾仔嘛来伫当天嘛有甲牧师咧开讲来了解信仰，所以伊的大嫂。尾仔就有来参加咱的教会嘛受洗，吼。啊，我家己嘛有邀请，我的囡仔的同学嘅妈妈、爸爸妈妈嘛来参加。啊，阮一个妈妈就甲我讲，恁教会是来感觉真温暖的吼。啊，搁另外一个妈妈嘛甲我讲，伊连续2届拢来参加。啊，伊今年的幸福小组嘛开始来参加教会的小组，今嘛伫咧哈拿小组嘛真聚会真正常咧聚会安尼。啊，咱顶礼拜嘛有听苏干长嘛讲，伊即嘛邀请因兜真侪人来参加即个圣诞的活动。啊，因兄弟姊妹今嘛有啥物代志，嘛拢会请思涵长老甲因祈祷安尼。我想。有真侪咱旧年也是前年，咱伫咧咱中间有真侪见证吼。啊，咱身躯边遮个人，咱平常时咧去邀请的时阵，敢若真困难。吼，咱要邀请伊来教会，敢若真困难。但是咱借着即届的耶稣诞生圣诞节的活动，咱会当摕因邮件，吼我邮件的干事遐，咱会当摕因邮件，啊，甲咱有即张。圣诞市集迄天的节目表，吼，咱我之前拢是甲朋友见甲即节目表订做伙，
摕去邀请我的朋友讲，阮教会有这圣诞活动，会当来参加，吼。咱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吼，因为平常时真歹邀请，但是你若用这活动来邀请伊就，真简单就来安尼。即届咱阁有安排一个基督徒的歌星，吼，基督徒的歌星来张文琪吼来做见证。伊本来是三太子的机身嘛，他也当机啦，伊敢若有那个当机的体质安尼，尾来就明白上帝，变做基督徒。吼，拄好即届咱嘛有邀请伊来，所以咱的朋友若邀请来的时阵，嘛会当有这个机会来听这个见证。吼，前几工有心情感动啊，因为我着常常有咧怨叹讲，伫迄公司啊，还是伫咱的家族内面啊，敢若阮家己一个是基督徒，我毋知影兄弟姊妹敢若嘛有的人嘛是安尼嘛吼，你的身躯边可能基督徒无真济，但是上帝讲，伊就甲我讲，像以斯帖这个皇后吼，伊伫迄波斯的皇宫里面。波斯那个皇宫里面，伊敢若一个人是基督徒，伊起码是犹太人，只有他一个人是犹太人，吼。但是因为上帝甲伊藏伫遐内面，因为安尼伊会当来拯救所有的犹太人，吼，整个犹太人因为他而受到拯救。上帝就甲我讲，咱伊就是伊做这个皇后，敢毋是为着这个机会吗？吼。上帝嘛甲讲，咱伫咧咱的厝啊，是讲咱的公司内面啊，还是讲咱的朋友内面，上帝甲咱放伫遮，敢毋是为着即个机会，咱会当来甲因传福音。所以咱今仔有即个活动，真好来传吼。咱即届吼，11点开始，11点到下晡5点。咱暗时无暗会哦，吼，有人问我讲，暗时是毋是有暗会，有表演迄个舞台剧安尼？咱即届无，咱即届是舞台剧放伫迄日时，吼，11点半迄嘛有搬一出舞台剧，下晡嘛阁有搬一出舞台剧，搬两届安尼。暗时就是咱的平安夜礼拜，因为迄天刚好11月24号嘛，就是我们会咱有一个。平安女言黑白的，吼，咱的那个咱有除了有节目了后，以外咱阁会当来有真侪食的档会当来食物件吼，嘛阁有二手市集，二手市集咱嘛邀请咱大家若有会友，咱兄弟姊妹想要参加的，嘛会当来摆档。吼，就是咱家己嘛，咱厝内真侪物件来摆档来卖嘛会使，吼，做伙来参加呢，吼。摆档嘛爱报名吼，咱会传位互你摆档的，吼。阁有咱除了有这个档会当踅了，踅以外吼，咱阁有手作活动吼。我顶下嘛大家介绍咱会当做圣诞花圈吼。阁有做姜饼屋，阁有这别古巴特的袋子，我下次带那个袋子给大家看，很漂亮吼。咱就是会当来报名，不管是你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会当来报名来做这个，嘛真趣味吼。当天咱阁有做有带囡仔做闯关的活动，若是恁朋友，还是恁家己的孙仔。还是讲有细汉囡仔会当来闯关吼，咱闯关活动是用咱耶稣诞生的故事来带因来佚佗安尼。咱囡仔就是圆游券吼，咱是一张50箍，50箍内面有10箍，就是5个10箍一张圆游券安尼。咱若要买吼，会当甲咱的干事、育婴干事来甲伊买吼。好。以上补充报告，谢谢。伫咱迄天吼，我等下无说，我那个
拄则咧讲张文琪吼，伊是因阿公是我的母会的会友，伊去洗礼，伊家己伊讲一句，伊讲吼，今仔日洗礼吼，上欢喜的就是因阿公，因为因阿公为着因全家祈祷，祈祷20-30年，因的囝嘛拢无来教会，结果尾啊，张文琪去接受着艺人，伊较去来信主了。伊以前因兜是拜拜拜甲足，迄你真正想袂到，会厉害就对啦。啊，即马因拢来信主，所以迄天吼，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戚朋友，你有即个问题，你无法度去甲传录音的，你真正来听，可能伊迄天嘛会做遮见证。因为伊是我细汉就捌看过的。因爸爸甲阮拢是差不多年纪的，阮做伙伫主日会时阵，偶尔伊有来，尾啊大汉就拢离开教会，佮拢带着迷信者。啊，所以伊讲，阮阿公为着阮的信仰祈祷，一世人到即摆，伊讲因阿公讲，恁若无来信主，我真正死甲毋愿去。所以咱希望咱大家吼，会当邀请人来听伊的见证。你即摆吼，咱当然吼，即阵仔疫情以外，咱继续注意吼，继续注意啊，即个距离各方面口罩，我相信当然可能要解禁吼，总是咱来教会咧，甲有关咱拢来戴口罩，好无吼？先咱教会可能嘛是较严格一个吼，较严格一个规定大家报告一下。好，来咱来介绍，今仔日有3位新来的。兄弟姊妹吼，头一位是咱安志明兄弟的妈妈，吼，妈妈来，咱来中间，吼，来咱拍鼓仔来欢迎，欢迎感谢主，安志明兄弟，你嘛开起来，志明兄弟，伊嘛来咱教会，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左右，感谢主，好，搁一边拍鼓仔，欢迎，搁一位姊妹，是咱伫12月份。要说12月25号要说个林慧玲姊妹，伊即马咧上即个查经，华语查经，但伊个朋友来蔡山平出去嘛是伫遐好，等一下咱华语场甲介绍咱林慧玲姊妹因全家7个是8个，9个，全家9个拢总要说咧，所以咱伫12月25号。赞美礼拜时，因会做真侪的见证邀请兄弟姊妹咱拢来甲祝贺伊甲伊先生总共就先生甲伊安尼总共全家9个人今日囡仔细汉拢要洗礼较高中生嘛要洗礼所以感动，真感动，感谢主感谢主。搁一位来，咱来看即个卢福杰兄弟。来，请起立，咱来欢迎伊，互相真久以前要来过，咱继续来关心，继续来关心，好，搁一边拍鼓仔来欢迎。好，毋知搁有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来，互咱上报。搁来咱周告的关怀甲大哥，请咱家己看，甲方面的报告，咱拢家己看若有问题，咱向咱的过继来印证。伫关怀大哥遐，咱望咱大家伫祈祷的中间，拢会当为着遮辛苦病痛的兄弟来祷。搁来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做伙开声来唱2摆来，囡仔撒多尼将大汉。一条耶和华甲人哪听伊，搁一啦。囡仔撒多尼将大汉，一条耶和华甲人哪听伊。搁来，咱来念上行512首，请咱起立念全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Amen.
台湾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爱，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请咱后座了，再来行平安礼。请咱互相来请安问好。
嘛，过来讲，